乡亲好，欢迎收看出面台府，应该系往社区，今日还没得到安酱的蔬菜，然后大部系苗栗嘅南庄乡，真正系好山好水好蔬菜哦。不过大家地毛到南庄呢，用5个国小都算系培国提起嘅社福高哦。培国提起社福高对台湾来讲，其实也阿蛮多，记到拄到最大嘅问题分做2大部分，第一个系字眼相对下唔大，第二个就系讲呢个线上系问来问去，当然可能就会有变化，也对声音嘅教育受到动态影响。今日出面台会来到咧南庄嘅南庄国小，会找到学生啊，还有学校嘅先生，然后咧探讨到底从几条安样嘅培国提起学校，为用个行出几条嘅特色，用个生存咯。影片是讨论嘅现场。开会了！大家有天天讲跳来到出面台会讨论嘅现场，今日安特别吼，因为来到咧社福高，然后大部就系南庄国小的操场哦，然后线上高中还有小朋友都凑到嫩强下关系。样片为大家绍介来宾哦，体育为呢绍介系教育部国教署的副组长肖义志肖副组长，你好。各位客家的乡亲，大家好。欢迎抢错。体育来宾呢，呢绍介系全国教师公会联合总会嘅理事长钟锡进，钟理事长好。各位乡亲，大家好。钟理事长呢，他自己也是老师哦，他在台中教小学，也系安尼苗栗嘅客家人。第三位来宾呢，佢系那个儿童福利联盟的社工员卓宣婷，卓小姐你好。各位大家好。怎样？还卡安尼今日来到系南庄国小贵宝地，我们的一校之长校长也在座，日校长好。各位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抢错。当然也感谢所有嘅小朋友还有线上都来参加哦。因为假松讲到那个培国体系嘅学校，其实有人说台湾没有什么偏乡啦，因为不管在哪里，大概几个小时都到得了哦。不过其实内政部对于偏乡地区跟偏乡学校还是有一定的定义，好比说看交通的方便程度与否啦，还有人口密度等等。在南庄就有5间国小是被定义为偏乡的学校哈，都培国体系嘅学校哈，到桑喜到杜喜嘅学校都有下有到莫强嘅所在。今天我们南庄国小的小朋友们，你们好啊！大家好。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漂亮，好山好水的哈，大家都在南庄这边生活。既然来了那么多小朋友，我们不要错过机会，马上来问他们几个小问题，好不好？那问一下哈，平常在学校上课，下课以后你会去哪里啊？先写完作业，然后再去打球。去哪里打球？那个南庄那个篮球场。哦，不是回到学校打球，是南庄自己镇上有一个篮球场可以打球，跟谁一起打？跟我弟弟。你弟弟2个人打篮球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呢？还有同学。是啊，你喜欢打球？嗯。会打多久啊？下课的时候？2小时。真的哦？那你几点放学？5点。那就打到晚上要吃饭了才回家。对。哦，打那么久的时间，很过瘾。嗯。这是我们爱打球5年级的小朋友。好，那我再请问这个大哥哥，大哥哥，请问你是几年级的呢？你站起来跟阿姨说一下。6年级。哦，所以你是学长了哈。那刚刚5年级的学弟说他放学就赶快去打球，啊你呢？你放学去哪里？回店里。回店里，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对。家里是做什么生意呢？做餐的。哦，做餐厅的啊。那你都要回去家里帮忙什么啊？洗碗这些。真的好乖哦，每天都这样吗？不一定。哦，会不会觉得辛苦？不会。不会哈，好乖好懂事的小朋友，谢谢我们6年级的大哥哥。都种下提起给小朋友，其实他们自立自强哦哈，喜欢打球的去打球，会回到家里帮忙家务的就回去帮忙家务。这是在偏乡地区或者在乡村地区，我们常常见到小朋友在放学下课后的一些生活的样态。其实透过一张数据或者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种内政部定义所谓地理，还有在交通便利度、人口密度上的这种偏乡地区，大部分的小朋友在放学后会去哪里哦？承蒙刚刚2位同学带进来的话题，我们看到其实呢，有23%呢
会在学校附近的空地玩拉手啊哈。那其他一部分红色的占了23%，是去球场、操场运动。刚刚我们5年级的小朋友说，他每天都要去打球，即便是跟他弟弟2个人，也会打2个小时以上。那再来还有一部分呢，也会去哪里呢？超商啊、杂货店，或者是如果学校有安排社团活动，会留下来参加。那另外呢，庙或者教会地方上的一些公共空间、公共场合，只要有玩伴，他们就会出去玩。那往下一路看呢，当然包括西边啊、网咖、补习班等等，这些都是选项。我们看到这样的选项，可能在跟我们理解，好比说台北、高雄或者几个6都的这个呈现规模上。很多的小朋友，尤其在都市，下课后立刻被安亲班接走，会被父母接走去上才艺班。但是在我们自然生态的这个偏乡地区里面，他们从事的比较多是户外，而且是纯粹自由的活动。这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社工员，儿福联盟的这个社工员，他们是特别关心偏乡地区所衍生的一些相关儿童福利的问题。我请教一下，这样大致看下来，小朋友在学校放课之后，1年级到6年级。那您有觉得这个圆饼图反映到，其实是我们在场的小朋友，或者是在偏乡地区小朋友，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陪伴，因为目前听起来是自己去玩，去到空地或者公共空间玩。对，我觉得没有错。我觉得主持人讲得很对，是我们目前在做偏乡的服务中心，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说，因为会进入到我们儿盟可能服务的家庭里面，其实多数都是一些经济弱势户的部分，所以家长通常就是在忙于工作、忙于生计，所以其实他们有长时间是在外面，没有留在家里。那我们其实近年来的研究，我们有发现说，其实蛮多一种新的家庭形态是叫留守家庭。就是我们所谓的是说，父母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他其实是在外地工作，但是他把孩子交给亲友或是阿公阿嬷照顾。对，那如果是交给阿公阿嬷照顾的话，其实就会有很高的比例，就会变成是我们的隔代教养家庭的部分。对，所以在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讲那个陪伴的议题上，就会有一个困境是说，阿公阿嬷其实碍于可能年龄啊、健康的因素，他其实很难去陪伴他的孙子女长大。好，先谢谢你，因为还有一些深入的问题要继续请教哦。其实我们有一个统计资料调查，就是说在比如说一些高所得的家庭，1年要花67万的新台币来培养他们的小孩。在偏乡，父母关爱子女之心都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得到的资源上，好像比较起来，大部分都要靠自己哈，他们的那个空间度是很大。那你根本对到南中动体片，南庄的教会，其实在地方上做这种文化还有深度陪伴的这种耕耘。已经不是1年2年了，将近20-30年的时间，陪着我们南庄国小的小朋友，有吹这个直笛班，还有合唱班，都带来非常悦耳的这个动听歌曲。他们其实就是在这种非正规型的地方上的陪伴。唔是甲讲，你跳过样片，现在款，佢就系用嘅做到诶。堂弟现场嘅指导，也都有出手扮嘅声音呢，同认真嘅准备爱表演。也佢南中嘅聲音呢，啲高飛一片遊牧使用嘅指導，也都卡中係學生嘅，也有機會好幾道才藝。覺得很好玩，然後就是有時候雖然老師生氣，可是過了一下，老師還是會對我們非常的好，因為真美麗老師會跟我們講故事，還有會給我們吃糖果，可以學到學校教不到的那個指法吧。南中高飛就啲南中路嘅大學，連南中國小也當權，由28年高飛都係用音樂、韓國下課學校同聲音嚟做伴，冇做伴讓出嘅方式，類同一道南中天氣嘅聲音嚟傾訴，安尼嘅道好幾道行卡道，也可以道行卡道。我是在制度外的音樂老師，因為我是學教會音樂，所以我都在教會教音樂。教會的孩子，學目的的孩子，他們真的是就是沒有啟發而已。可是，一旦教了他們都學得非常好。對呢度南中嘅聲音嚟講，高飛啲嘢到成長過程係當創業嘅素材，一下嘢到睇嘢，未希望做得飛歸家鄉。然而，高飛頭前嘅工廠忙見鬧熱，一群南中嘅後生兒帶定自家作為創意嘅東西，無就破嘢點錢也到，啲嘢嘅意義事業，當歡喜嘅同大家來分享。做明信片啊，或貼紙啊，或自己手搓羊毛毡，就是有自己的一個，應該說有自己屬於自己的夢想，然後有一個這樣的平台可以
发展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就是一起共同经历很多不一样的阶段，可能升国中考试，然后到高中，大家都分落在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然后我们共同的点就是我们假日我们有空就一起回来，对，頭擺行到啲高飛嘅批定下呈現狀態，對高飛有動層嘅感情。行到講，自家係對三項類嘅聲音嘅，故作一個三項聲音嘅事實，就係行到對南莊未來想象嘅開始。也無慶祝係行到專家鄉嘅頭一步，而繼續用行到力量來批定行到聲音嘅，未同家鄉家庭非常嘅特別。我们今天应该有请我们跳下很多影片，我们的牧师哦，牧师，其实私底下你跟我说你在教会里面带这些小朋友参加各种的才艺活动，木笛班也好，合唱班也好，也都不是1-2年了哈。跟我们谈谈这几年来哈，你看到的一些现象。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一个孩子的教育，学校教育很重要，家庭教育更重要。那还有一个就是社区教育，那教会就想说，我们可以来负责社区教育这一部分。所以都是特别利用小朋友在放学、课后、课余的时间，集中到教会一起学才艺。所以目前的你们的才艺班有哪一些，或者是说有组成什么样的团队？目前我们教会的话，才艺班就是有以木笛班为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4年那我们是用南庄国小的名誉。去参加那个苗栗县的各级学校的音乐比赛，那其中一项就是直笛的团体组，还有个人组。那我们去比赛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没上台之前就被其他学校的孩子嘲笑。嘲笑为什么？他说乐器那么烂也敢来比赛，我们觉得很好了。不是不怎么好，我们觉得我们吹得很好，那但是我们好像那一次是第3名，恭喜。那其他的老师来跟我们讲说，事实上我们孩子吹的音色，还有对乐器的表达是都比其他的学校好。这是不逊色，只是在这个军备上，显然在竞赛过程有稍微落一差。那我只是想说，小朋友当时在被其他人嘲笑的时候，他们的心境，还有你的心境。当然对孩子来讲，他们也有一点伤心因为就是只有这种装备嘛，你要怎么办嘛但是我要讲一个，就是说，但是我们个人赛第1名、第2名都是我们包办的，那就是代表我们的程度很强，但是我们的器材输了人家一截。原来是这样，先谢谢牧师。我们知道在地的孩子们，他们的内在实力是强的，但是在外在的时候，要有一些器材来辅助的时候，器材因为碍于经费就受限了。这是感觉到说在偏乡地区会面临的一个困境之一。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在影片中也看到，我在请教其实刚刚牧师说了，28年前他就接触到了第一批，那这将近30年来，每一年都在接受不同的新学生。您看到的小朋友在没有加入社团之前跟加入社团之后，有一些什么样明显上的改变吗？在南庄的孩子真的都是单纯跟天真那没有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每个家庭所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用一个很包容的爱，还有他们一起在学一个音乐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管他的家庭来自怎么样是富有的，是贫穷的，是健康的，可是我都发现他们都具备一个慢慢对自己有一个自信，然后慢慢对这样子一个成长，他们自己有越来越大的一个梦想，而且那个善的种子一旦种下去，刚刚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有些现在已经长大毕业去读大学了，回来一样回馈地方，就是当时那个爱的循环还在心中发酵，就是这样延续。先谢谢牧师娘，当然还有一片讨论好，都发现讲。因为这样的回沟体系，我们的偏乡地区在这种客观的条件上，果然存在着落差。虽然台湾其实卓尔之岛也不大，其实资源分配应该相对来讲是相对平均的，可是我还看到说仍然存在的这些
特性跟问题。虽然说这个偏远地区的国中小哈，有每个地方的县市政府，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定义。好比说，这个学校的位置是离县政府这个所在地的远近啦，或者好比说，他所在地的公车站牌数有多少啦，有这些具体的事项可以来辨别鉴定它是不是符合偏远地区的学校。那不管你怎么定义好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哦，就是你看到几个整理出来，地远人稀，交通生活不便，或者是缺乏文化刺激，跟同侪的互动比较少哈，各玩各的，或者是这个都还是需要强烈的这个挹注教育资源。台湾虽然小小的，大概更是看起来哈，除了台北市之外，其实处处都是偏乡啦。所以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全台湾将近3000多个国中小，国小大概是有2600间左右啦哈，国中呢大概是700间左右。加起来3000多呢，大概1/3的量都是符合所谓的偏乡教育学校，全台有1000多所。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处长哦，这种偏远地区国中小的这个资源之所以欠缺，这个问题有一点吊诡的，就是说，其实教育现场就是一个公平的单位啊，政府对他的这个资源的挹注应该都是等同一致，没有城乡差距。那这个说起来，这个资源欠缺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些地方啊？偏乡地区因为资源上的不足，的确会对学校的办学会造成一个影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教育部积极在努力的，希望能平衡偏乡教育的一个不足的部分，应该是有包括就是软硬体方面，那硬体的资源包括说教学仪器啊，刚刚像陈牧师就有提到学生的。像他们社团活动所需要的这些设备等等设施，那另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学校的教学的角色最重要就是教师。那因为偏乡，大家也看到所以说人才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好，所以其实先谢谢副组长。副组长讲到，其实在偏乡的教育问题，其实结构是非常的复杂啦，有很多这个问题都要值得讨论。那我问题要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搞是共辅一个历史总哈，所以都回过提起你所接触到，在全台各地反映出来，在偏远地区学校，他们面临最大的烦恼，还不要讲老师哦，就在资源上，最大的问题会是什么？近几年就了解吼，也偏向学校吼，其实其实就趁台的问题，应该迄也早期吼，规则的早期的文化触及唔拉啦，吼，个也挺偏僻啦吼。西学的专业的以后无太人皮，也应该可能係偏向教育生态的问题。好，原来係咁樣，所以水態問題係大啲。基本呢度係了解南中國小，要特別強調你搞改線上哈。我们知道说，在南莊這個地方哈，因為它是多元族群薈萃的地方哈，在這裡的小朋友，客家族群呢，大概超過1半以上，有1/2。那我們原住民朋友，這裡有泰雅族，也有賽夏族，超過了1/3。所以小朋友嘅身份哈，類似嘅結構都冇乜嘅強弱。咁問題先請問你嘅主任，我們南莊國小的教導主任邱信上你好，信上我請問哈，了下你學校嘅學生呢，學生的大概家庭結構是來源在大概組成是什麼樣的情況哈？我哋學校制度吼，原住民加主持人提講，原住民吼，賽夏啊、大雁吼，佢差唔多38%。三古語的哈。佢像單親啊吼，新住民啊吼，分別係28到29%。不過參規則啊吼，就講就教育部安尼嘅弱勢嘅一種比例啊，看係差唔多70人。用水还一够嘞哈。我们现在錄影的现场，我们的南莊國小學生的家庭結構我們整理出來了哈。所謂的單親家庭跟繼親家庭，就是寄宿在家庭相對來講是比較不完整健全的家庭。就以103學年度做例子，全校呢現在有197人，在103年的時候，單繼親家庭大概就佔了57人，所以佔了1/3強的小朋友是來自於單親家庭。那另外呢，新住民移民的小朋友第2代子女佔了55人，大概也在1/3。所以我們看得到，所以在現場的小朋友哈，很多。1/3以上都是來自於單親家庭，有爸爸或者是媽媽，就是剛剛我們的社工員告訴我們的是屬於這種留守家庭哦。然後新住民的小朋友也是挺多。那看到說接下來這些分配啊，在我們教育部有一個定案，就是說這些是屬於所謂優先教育區的一些指標了啦哈。那校長，我可以接着請教您一下嗎？高中。
你咱种国小改大结构台体安用。不过在进入到教学的实际现场，这样子的学生家庭结构的组成，在教学上或者是在小朋友在学校校园里面的生活上，会碰到比较大的瓶颈，或者是说形成问题的是什么呢？在学校里头，老师是左右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那当然在我们这个部分也看到，就是说不同的一个家庭背景的小朋友是很多，然后因为老师他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所以呢，他如果没有去了解说我们现在他自己班上的，比如说单亲家庭的孩子、新住民的孩子、低收入的原住民的隔代教养的，到底那个学生的结构是怎样子的时候，那他可能如果是按照他过去师培的时候所学习到的一些教学方法，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小朋友发生的任何的一种问题。所以这个先解决问题的源头，带老师必须了解学生哈。校长先谢谢你，那我把时间抢问你改信上。在面对安样个学生，係唔係會特別嘅關心，就係講會注意到乜嘅項目強嘅所在呢？cái細年真緊愛由太年來批判啊，好，但到學校以後吼，因為學校嘅成長有進度啊，過年要搞到那數學搞到那，下課嘅時間，吼，因為過重要，故所不卡年嘅批判係當重要嘅事情，因為家長袂，唔過太體就較無呢。用辦講冇咯，伊記得存錢啊，存錢當重要啊，所以你個太環境嘅影響。伊比如講愛存錢吼，啊有個存錢以後當有錢啊，有錢當做嚟生活啦。啊，故說當到細年就像家個隻細年咁樣，佢不卡年愛存錢，故說佢當佢了日，係你下課嘅時間佢都去出去了啊。啊，唔過當到事情愛自討。比如講佢來到學校愛準備乜嘅，來學校之前佢自家東西要看好，唔係講大同天話係不卡年要準備。哦，所以小孩子有個觀念吼，唔係單止安樣，啊不卡年呢，誒不卡細年，不卡誒家長有關心嘅話，個細年就給他個功課，還有給他個書包誒，有標乜東西要準備乜，不卡年就會關心。迄冇嘅話，個細年就會溜溜飄飄啲嘅路，溜溜飄飄嘛，係啊，做嚟照送照下。線上有講到，其實吼。家長是什麼樣的心態？參與學校的教育的熱心程度，跟小朋友在學校的學習狀況幾乎是成正比的啦，哈。就這個學習動機強不強？其實您告訴我說，其實在南莊國小您待是第2年啦，哈。其實，在南莊的其他國小你也都待過，也都辦學過。那您看到說，這個家長的這個關心小孩子的教育是不如以往了嗎？是因為現在的人口結構比較特殊、比較複雜了嗎？我想就學校來講的話，比如說學校辦一個活動好了，那我們強力的請老師幫忙邀請家長，其實我們的家長都很願意來參加。那我們也是大概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去跟家長講我們的學校的一些學習的理念等等。或小朋友學習狀況啊，對，學習狀況。那有時候就是說，有的人他可能會認為說，講句不好聽的，把學校當衙門那種感覺，你這樣了解嗎？不想進來啊。對，因為覺得說，因為過去有可能他就是家長他的一些就學的一些經驗上，會覺得說，我今天如果老師叫爸爸媽媽來，好像感覺上不是一件好事這樣子，所以他們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心態啦。不過，那我們現在一個教學的模式跟學校的經營形態不同的情況之下，其實只要透過我們學校的一些宣導的話，我相信應該家長還是會願意再回來參與學生的學習活動。所以在偏鄉教育的一個重點，就是在校方其實要更努力去打開，鼓勵家長踏進校園，或者是介入的深度的加入在學校的整個教育的過程，哈，就是要必須要關心孩子們的教育。對，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情況之後，其實我們都發現一件事情，那願意來參加孩子的活動的那位小朋友，其實他在學業成就上是看得出來是比較好的。哦，這好像是小朋友都反映最真實的狀況，父母關心孩子的那個學習效果就反映出來。先謝謝校長。好，唐的一說吼，線上還有教師都講到安個問題，對啊，小朋友也有反映啦，講記到你下學習嘅情況，你講咧談哦，小朋友其實記到讀圖書嘅兩時間，對未來嘛個想法，記到對兩下想法就很容易困，你咧談小朋友的童言童語，好嗎？
风景很好，然后有很多人来来往往这样，然后有稻田这样，就是很多有山有水，然后很美，就是有湖这样子。好山好水，很适合旅游和观光的地方。当一个运动员，这样可以赚很多钱啊。然后一些钱可以给爸爸分担一些家务。我想当歌手，因为小时候看了很多歌手在台上的台风，我很羡慕，希望能像他们一样。梦想是去环游世界。为什么？可以去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跟故事。我想要大家玩得更开心。希望我们全家平安，还可以赚很多红包钱，天天可以很开心很平安。我希望阿婆会变得很健康。只有过年想要一把枪。小朋友改童言童语紧紧等音箱哦，很多小朋友都反映说，我想要赚钱，想要减轻父母的压力，让大家长辈生活好过。应该请问一下现场的小朋友，请教一下现场的小朋友，跟这些影片里的小朋友同样的心愿，想要赚大钱，给爸爸妈妈生活好过的，请举手。阿姨看一下，你们都想要赚大钱哈、哦？好，首先放下。阿姨，请问几个想要赚大钱的小朋友好不好？请问你是现在读几年级了呢？我读5年级。5年级哈，所以是小学姐了哈。刚刚我问说，将来未来想要赚大钱，你也举手了。谈谈你未来的希望是什么？我希望可以当律师或检察官。哦，为什么呢？想要帮很多人打官司，也可以赚很多钱。好，赚很多钱也是一个这个工作重点了哈。告诉阿姨，为什么你会小年纪，小学5年级就想到要好好的赚钱呢？看过电视吧。嗯哼。那你有没有先在家里好好帮爸爸妈妈做家事啊？平常好像没有。好，没有哈。好，那在赚大钱之前，先帮忙做一点家事哈。好，谢谢你。好，那我请问这位同学，你好，请问你几年级呢？我5年级。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对。刚刚那小朋友说他想要赚大钱，你也是吗？对。为什么啊？因为大声一点讲，不用害羞。想要帮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现在的工作如何？他们在外面工作，都在哪里呢？不一定，不一定哦。对。哦，所以现在在家里有谁？阿公阿婆。哦，你是跟阿公阿婆一起住哈？对。所以爸爸妈妈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对。你也不忍心，对。所以要好好读书，将来赚大钱，孝顺爸爸妈妈。对。谢谢你啊，请坐。在刚刚说到，除了台北市之外，没有偏乡的问题。在台湾这个地方，几乎处处是偏乡。那有超过1/3的国中小呢，都是所谓定义下的偏乡教育单位哦。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父母加强关心，跟小朋友的这个偏乡学习之间，它是可以呈现一个很强的互补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家庭不稳固，还正在成长学习的小朋友，他们受到的影响是最直接、最冲击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从偏乡家长的失业率25%，然后呢，放学在外游荡等等，不受家庭约束，这一些都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偏乡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讲，在人的方面讲，其实小朋友受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呢，也有家长的特别类都现从，你系南种国小家长会的会长，好吗？会长你好，你提到对生囡的教育，你关心的冲突。大三囡的家长的观念都是穷人的，很爱想啊，都爱在学校是高分日校长加团队，还有点动宠的。我们校外跟他讲哎，我那牧师娘，她真的扮演一种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爱带来体育团员呢，爱款的按多了，他们真的是在校外扮演一种很重要的角色。教室问题嘛，是动态问题，你会安用困嘛，又棍擦多么？觉得他不适合读了，他那当然是要换，不过尽量一种适才教育，请用莫玩。还有呢，学生他不要一样没有，好问题啊，好问题，天天啊线上1年生到6年生，哎呦，让啲学生的学员，个缺点多难。好，先感谢你家长会的会长哈。
线上呢，小朋友1年级到6年级，从低、中、高年级会换不同的导师，像跳过道理下是有安用。不过你下推翻个稍微结构还冇强用哦，尤其到培国体系咧，线上这个流动率很高，变成的是偏乡教育的一台问题。刚刚我们的副组长点掉了2个偏乡的教育问题，第一个是资源相对不足，第二个就是来自于人。你先分下，我准备讨论到底了到媒体出到哪？秋秋转到出面台北界讨论现场，领队都系苗栗南总乡了解南总国小哦。了大本呢有一条南总界规划向路界非常有名，不过就顺条界那个南总国小，在到了教育部提议下个培国体系学校，培国体系学校多个问题分作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字念哈啦。我们像刚刚讲到，从我们今天录影的在地的这个案例，南庄国小这种学生家庭结构，在偏乡地区来讲，这种家庭功能稍微不相对健全的情况之下，小朋友该受教建议就受到下台该养雄。不过这但讲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大部分，刚好来宾也提点到，其实偏乡地区常常碰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老师的流动率很高。那老师每年换来换去，人走来走去，到底对小朋友的学习权益会影响到多深的程度？问题应该请问你南总该搞那个我们的教导主任好吗？了解读讲吼，培国体系学校线上运动动机系冇喏。係啊，係啊，係吼。係。那咱中國小兒根據統計啦，嚇，做了3年來做係照教育部嘅指標係66%嘅線上嘅流通率，流動率，所以是超過一半哦，10個老師會走掉5個老師哦。係。到咱中國小係安樣。係啊，係啊樣嘅情形啦。線上有冇溜結掉呢？因為所以講因為安尼嘅偏向有嘛吼，有安樣嘅問題，所以講線上會當家嘅流通嚇，就講調走。安尼情況之下吼，學生會看啊，講唔免講在呢個地方嚇，呢個學校帶動機會嘛吼，可能大家心情都無同樣，學生嘅學習嘅嗰種態度做會無同樣係。好，非常感謝，想感謝你嘅線上講到吼，你南中國小呢，大概有超過60%左右的這個教師流動率，大概就10個會走掉5個以上哈，甚至走掉6個。那另外一個呢，就是代理教師的比率也是很高的，現在在南中國小大概佔了1/3，所以在一個學校裡面有一半的老師會離開，有1/3到一半的老師呢是代理老師，那代理老師呢也是不穩定的職務。那問題我請問在場的小朋友哈，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學習生涯中換過老師，然後換過老師感受是什麼？這位小朋友我看到你，請問你幾年級了？5年級。5年級哈，那阿姨請問你從1年級到5年級有換過老師嗎？1年級和2年級的老師都一樣，3年級和4年級的老師都一樣。所以是還有2年。那老師要離開的時候，他還留在這個學校嗎？還是有的已經離開到別的地方？4年級的老師已經轉出去了。轉出去了哈。那老師轉出去的時候，你有跟老師說拜拜嗎？還是跟老師？是突然的，我們也不知道。哦，真的不曉得老師要去哪裡。那老師離開了以後，你會想這個老師嗎？會。是啊，為什麼？因為他教我們那麼久，那麼辛苦，他突然轉走，就在這個學校又看不到了。是因為希望老師可以從你一路帶，大家都比較熟，是這樣嗎？對。上課也比較習慣。對。
真的哈。好，我们先谢谢这位小朋友。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小朋友，小朋友你是从外地转来的转学生是吗？是。你是几年级转过来的呢4年级。4年级，那你现在5年级了，所以在南中国小1年了哈。那阿姨问一下，在过去有转过老师、换过老师吗？有。是啊，那老师走的时候，小朋友的感受是什么啊？想念。会想老师，想老师的时候怎么办？就想念。阿姨问哦，那老师离开你们以后，还跟老师保持联系吗？有的有，有的没有。哦，你们怎么保持联系啊？就用赖啊。有赖哦，谢谢你。好，阿姨访问到现在，发现小朋友都太害羞了，来一个不害羞的举手，我看。请问你几年级啊？6年级。好，刚刚这2个小学妹讲到说，她原来在低年级、中年级的时候都有换过老师，老师离开了他们到其他学校教书，他们会想念老师，然后甚至要透过赖跟老师联络。你有自己这样的经验吗？没有吧。你都没有换过老师？有啊。老师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有跟老师互动吗？有啊。跟老师说些什么？就说祝你一路好走。祝你好可爱哈！好，谢谢你。不过小朋友心里天真，对于老师的离开抱着祝福。可是实际上回到教育现场，我们发现当老师流动率越来越居高不下的问题到底产生在哪里？小朋友现在反应显然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事实上呢，老师流动率太高，对一个学校来讲，可能在教学的方法上没有办法延续。那还有第2点，就是很多老师们在关心的，就是可能没有人可以长期教导孩子们的相关伦理。其实以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当老师，他也去偏乡教书，他就跟我分享说，刚去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学生大部分对这个新的老师是有排拒的心态。他不愿意接近这个老师，但是后来慢慢混熟了，大家很熟识之后就玩开了。但是小朋友一旦意识到老师要离开的时候，就开始会调皮捣蛋、违反规定来吸引老师的注意。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常的行为？我先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社工员，为什么反而是这样？好，因为我其实，在偏乡有很深的感触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偏乡师资本来就已经不容易留住了。再来是我觉得我们偏乡的孩子有多数的家庭，其实他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陪伴者，没有稳定的照顾者。对，所以他其实在家里已经缺乏那个依附的关系的人。那其实学校，我其实也很感谢学校，是因为学校在偏乡的角色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孩子第2个父母了。对，他们非常关心孩子的生活起居，所以他们的生活密合度是很高的，很高很高。所以他一旦要流动率很高，他也待不住，是不稳定，对小朋友的冲击就相对变大。对，会就那个安全感或者是一些依附关系的建立。对，就会让孩子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或是被遗忘的感觉？像刚刚就有孩子分享到说，老师突然就转走了，他也不知道老师去哪。对，所以这种就是关系上的议题，其实确实是孩子在现在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大需要被关心的，被好好告知的一部分这样子。理事长，老师留不住哦，在偏乡学校，为什么老师他先来尽他的义务役，义务役一旦期满之后，他就迫不及待的也就离开了？留不住的原因是我们先看到几个数据哈。我们刚刚讲到说，全台1/3的学校呢，大概都是偏远地区学校。那这些老师呢，将近有2万位的偏教地区的老师。那这种教学年资刚刚讲到，没有满5年的就超过1/3，都是年轻的族群。他到一个深山里、山区，或者是到一个交通相对不方便的地区去教书，对教师个人来讲，这不会是他的生涯选项，是吗？然后还有这样子教师留不住的问题，在您的了解的里面来讲，是偏乡普遍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麻烦吗？我想吼，喺偏乡学校一般来讲，迄留唔hết也后生嘅先生唔可以查吼，因为最主要也主创头也主因讲嘅吼，也先生佢都爱乡镇，也爱验尸来，佢是家惩罚嘅范围吼。故说佢也服务期满呢，佢就会上去转移经验来嘅惩罚嘅范围，尤其假使有家庭呢，吼，佢做本样嘅上去转移佢做老公嘅身边，我相信也係一則唔係一個家嘅問題啦，吼。不過也較偏向學校嘅先生，我流動率我按過，可能同教育部機密機
读研师吼，要防止呀少子化，教师超额的原因，大家学校就会要求控管，控管的结果就会动到缺额出来没？缺额出来变呢，线上会流动动，迁掉动过的啦，迁掉动过的结果当然也偏向的也有基金当然也是上可以转移。现在的惩罚的学校，所以你还有制度设计有关系的哈。过来一个问题就会讲吼，其实就算喺都都市的学校来讲吼，2年阮小学的2年阮一直先上吼，也咩正常的情形吼。故说也偏向学校来讲，伊可能也体力先上，解决体力先上强大的问题吼，可能係一个较重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小校师资是相对缺乏的，人力是少的，但是每一个学校它的行政业务一样不少，所以有一种声音在讲，为什么偏乡地区留不住老师？因为这些老师还要负责行政工作，他们的压力太大了。黑美就不爱用问题，应该也先抢问聊偏采题改信上好吗？我先请问这位老师，老师您在南庄国小待几年了？目前是第3年。您教什么？我教英文。教英文啊。对。那老师，你在学校负责一些行政工作吗？对，有兼任行政工作。好比做些什么呢？是学务组长的位置。哦，您是学务组长，然后你也教科任英文这样。对。那学务组长的工作要花掉多少时间？1个礼拜？将近一半的时间，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成果资料缴交的话，可能会耗时更长。成果资料缴交是工程浩大的一件事吧？对，要做很多事情。之前是纯粹科任老师的时候，我1个礼拜是20节课，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单纯的，我只要备课、上课、改作业。但是当行政人员之后，课程的结束有变比较少，对，但是我相对来说，我感觉到我的备课的时间被压缩，然后自己觉得品质没有像以前当纯粹科任老师的时候这么的好。老师先谢谢你。好，副组长，请教您。我们也听到第一线的老师讲到，哇，原来他们在学校行政工作的时间就卡掉1周上班时间的1半，那这样子让他们跟小朋友在这个生活上的接触，我们说了，小朋友这段时代，这个国小的时间，就是需要好好来导引，好好来充实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常规伦理，还有知识教育等等。原来是在偏乡的老师一个人要卡那么多班。学校的确是呈现一个人力不足这一个问题，所以还有就是行政人力压力大。那我们其实有2个重点哈，从就是行政减量这一部分我们会来努力。那因为今天我觉得最重要是怎么让教师能够安定在偏乡，所以我们也推动了，就是从105学年度开始，我们在国小教师我们会推动一个合理教师员额。其实最重要，因为人力一定要补足，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以班级数来算教师员额。对。那以后我们会从就是学生的学习结束来推一个合理的教师员额。所以我们讲的就是那个正式教师的员额比例，我们讲那个班师比。现在在105新的学年度，我们会来提高这样。好比说，我们现在南庄国小有170几位学生，现在的学生啊哈。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学校，如果我们讲说是只有6班以内的小学，平均可以再增加2个正式教师啊。目前我们是一般是1.65，那未来新的制度的话是会像小校会6班会有每班可以有2位老师，所以如果以6班的学校来，大概可以增加2位的老师，那这个就可以来分担学校的行政还有教学上人力不足。其实大家一直反映的就是这个人力不足的问题，那一定要补充这个人力，才能让老师的以教学为主，就回归到，因为毕竟我们是以学生的学习权利为优先。刚刚我们的理事长有讲到一件事情，说他其实观察到一个制度的问题是，除了说我们的老师有1/2会高流动率之外，还有第2个问题是卡了太多的代理教师，因为现在财政紧缩，人口就是少子化变少之后，就少子化之后呢，现在都改用聘了很多的这种代理教师，他们是只领月薪的，所以他们将来就免除了庞大的这个退休金。那以现在这种代理教师，可能每10个就有将近5个是代理教师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善的吗？刚刚我提的就是增加正式员额的编制，就可以有正式的老师的会增加出来。那其实代理老师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能让他比较安定。
那也就是他经过学校考核，如果绩效良好，他可以再续聘2次，所以让他至少在这个学校也可以有3年，这样会让学校整个这个教学的师资比较安定。所以你是说，现在在中央来讲的话，会慢慢的把代理教师的比例往下压，有计划性的？这部分也都有跟各县市讨论，那都有控管。那未来希望达到目标是达到5%。不过高中应该强门哦，因为现在从中央来讲的话，包括从教育部，甚至是主计处，甚至监察院，都在某种程度上的用政策来鼓励学校，如果一旦减班减到最后，就鼓励裁并废校哈，因为现在少子化很严重嘛。面对这样的冲击，我们看到很多的做法上是，当学校开始面临减班之余的时候，这时候不再提供正式教师职缺给你，提供的是代理教师。那这样我的问题是，不就是雪上加霜了吗？本来已经是不稳定的教学状况，已经在减班了，如果还是提供的是代理教师的职缺，那这样不是不稳定当中再加不稳定，会更难以推行你们的办学业务吗？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的上级如果是把我们的偏乡教育当做一种投资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而不是说用经济的考量，说我现在财政困难，然后我可能人事费不足什么的，所以我只能给你代理老师、代课老师这样的想法的话，我相信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啦，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都要长大，那他们待在这个学校的时间就是6年，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对他们来讲，对我们的孩子来讲，这6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刚刚我们的小朋友提到说，老师离开，其实我想很多的小朋友心理上，因为他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是隔代，可能是单亲的情况，其实他们对这样的感受其实是很深的。一个老师莫名其妙的就离开离开我们，那其实我的小朋友会讲到一路好走，其实那真的是他的一个心里面的那种想法，那跟生离死别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啦。好，先谢谢高中历史中，你也谈到高中安讲，虽然讲你辅助总讲，你还重用吼，也上会讲某个推理性上会用情绪来教师，不过结果讲到安简单做会多的哈，你还实际个情况有係安用的吗？其实吼，台湾高中讲，假使演师全部来控流吼，控流都清好，大部分就会给偏向的学校。变咧被控流吼，其实教育部也演示做一只政策，就讲吼，唔爱控流，都市方的学校伊控流，偏向学校唔好控流，吼，用偏向学校的也正式教师的缺额全部标出来，假使有缺额就去考嘛，吼，迄无用给正式性啊调入去，我相信咱的加减啦，吼，做得减少也偏向学校嘅推理性上强大的问题啦。主要也偏向教育的问题吼，迄个偏向的问题。也教育迄加个偏向的一贴药的，伊咩可能迄一贴毒药啦。哦，假使讲也下教育的观念，主张无像也1-2年前无改变的话吼，鼓励学生可以竞争，可以考试成绩要考会好。哦，也爱坦白讲，偏向的学生是永久比唔上也都市的学生的。故说头壳。也有一表讲，也偏向诶学生的自信心不足嘛，担心成绩会输给学生，都市的学生嘛，就会安尼原因啦。他甲头壳也同学，他甲就上去穿台前，其实也南中就迄个同学穿台前的地方啊。迄种嘛，他甲上去穿台前，毋过因为南中留唔迄一家字体，迄无就讲留下来的，无办法都要穿台前，可能就会。可能咧教育迄咪鼓励学生啊伊竞争，鼓励学生啊伊都太自私，故说我想也偏向教育以庆贺的做法，应该係同也彩体的文化结合起来，同也彩体的隐私结合起来。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就像也教会也好啦，也社区也好，其做的同潘德威安尼课後輔導也應對來認識也南莊安尼多元的文化，來認識南莊歷史。尤其南莊將安尼富裕做嘅同好嘛，也喺南莊觀光永續經營的
一个方法啦。故说来讲，也偏向教育，佢可能自家本身教育的方向，来初衷呀，采体的文化、采体的特色，个鼓励啊肢体留下来加强发展。我相信安尼以后啊，新生来呀，佢咪会留下。历史总要讲到各种字眼要好个偏推哈，来好好的巩固我们偏乡地区的教育。社工员我也请教啊，如果说在偏乡地区的学校，他们要这个真的是蓬勃开花盛开哈，除了教育单位、家长、学校、老师缺一不可之外，其实是不是也应该引进大部分外面的力量、非正规型的社区的力量，或者是来自于中产阶级的各种关注也好，一起来推动、一起来做，会更有利的。其实，在偏乡里面可以看到的是，除了学校之外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社区的资源。如果他们社区发展的好，所以相对的文化的产业，他们都很活络的话，其实对于孩子而言，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发展上，不管是自我认同，或是对于我们的家乡的那个认同感，其实相对都会是提高很多。那对于孩子在往后的一些行为发展上，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像南庄教会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教会是一个很棒的资源。对，那但是我觉得难也是难在是偏乡，刚刚提到说它的地理位置可能太远太偏僻。像我是曾经去过一个嘉义的学校，是我一去，他学校周遭都没有住户，都是海风这样吹过来。对，所以你说悬在孤岛。对，所以你说要资源进去呢，我觉得也很难。就我们整个儿盟在推动偏乡的那个服务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有看到跟发现到说，偏乡的家庭其实整个家庭形态的结构，确实是以单亲啊、新住民啊、隔代居多。那这一些家庭虽然不是说每一个单亲或是隔代或是新住民的家庭都不好。对，而是说他们有很大的机会在于家庭碰到一些可能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们其实家庭的资源是不够的。一旦家庭资源不够，其实最直接受影响的还是孩子们的生活跟就学权益。所以你们会做？对，所以我们就是有看到这个现象之后，我们在推了偏乡的服务之后，我们最基本、最基础的，一定都会提供孩子们像是经济补助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简单的经济补助，起码去稳定孩子们的就学的部分。先谢谢社工员哈。其实讲到哈，后上个事件哈，走在相辅交流，可以缩短、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还有李下讲哈，教育一定要创新改革。现在政府都很在强调要创新服务哦。对李下面对要用贷款金，就系研究落法、少子法用改议题的时间，对用个青春细和高所谓的迷你小校或者是小学校，他们的独立求生术，就是要打开自己的眼界。创造、建立自己独特的价值。你咧读南总，读咧群哦，你甲南总向甲南总国小，记到系人班用个上退出七家的行业度。老片上是通用的好教，啲夜探这样嘢，出现了一代小朋友看到为学到嘅年下强读报告。啲行路好、行来行去嘅报告，上到小朋友嘅注意。因为校长有 po 照片，然后恐龙有到音乐教室给好像3年级还是4年级的同学惊喜，所以我觉得那只恐龙应该是校长请来帮我们过圣诞节，让我们有一个惊喜的感觉。我觉得第一次看感觉蛮恐怖的，因为他在拍照的时候他发出那个声音。然后我就吓到。汉地看到嘅年下，唔但唱家庭嘅高級嘅氣氛，也有家長下嘅成員呢，也有機會來接觸睇都市嘅展覽。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偏乡，然后比较少去台中那边，所以就想把一些外面的东西再讲给我们看。上课的时间之外，可能有的小朋友甚至很辛苦，可能要帮爸爸妈妈一起在市场里面做生意。那对，所以就是比较他们的确到外面的机会也比较不会像在都市的小朋友这么多。南庄國小就啲有名嘅南莊路嘅順風，就算係南莊鄉內5間國小當中人千到位，有174層嘅。不過現在學校嘅比數還係本人列作配國學校，味道會發展出學校嘅特色。今年其實就只盼呢配國學校嘅特色如何結合，會帶定成員呢來認識家鄉，還個培養家庭嘅自信。对，因为我们原本刚开始就是很多地方都不知道，但是后来上了这个课之后，老师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地方。
爸爸妈妈假日都在工作上班，然后我们几乎都窝在家里。因为这次有机会，我们才可以出去学到那么多。设计大电生意呢，应用在教育，明年是好教育策略，了解18項嘅事情，唔到底嘅生意呢，慎重嘅，未看卡法嘅。到杨片都看到小朋友搞奶啊，搞得阿嬷问题哈，应该都抢门来给线上。线上，我请问说，现在南庄国小好像现在这半年开始要来试办推动这样的特色游学计划，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可以带动小朋友什么样的学习？对我们在这种相对是比较偏乡环境之下，可以让小朋友得到最大的一些利多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南庄它虽然是偏乡，可是它并没有所谓的弱势学习，而是我们要如何给小孩子学习的厚度跟宽度。所以我觉得说，小朋友就像刚才影片讲的，他们有很多地方不知道、不认识，可是只要开他们的眼，然后再来请他们如何就是培养他的觉察力、观察力。甚至于把他们的胆识全部训练出来，我觉得小朋友可以是有非常好的一份发展。这样听起来值得期待哈。他是非常棒的。好，现在感谢大家欣赏。校长，很美启德，因为现在城跟乡之间小朋友在客观上条件的一些资源差异，学校教育变成他们唯一是可以跟其他人平起平坐的资源了，所以这个资源应该被好好的规划利用。你的下度好高，是没有有规划讲？真紧建立七家长育的体系，七家优势哈，不了掉小朋友，也不会输分其他人。我们应该是教小朋友学习如何学习，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之前不断的，就是过去的教育可能是一种填鸭式的，然后，老师说什么，学生就接收什么，可是他们其实没有在思考。那我们透过一个游学的一个课程的时候，我希望也像主任所讲的，还有老师所讲的一样，就是说站在让孩子体验生活、体验学习，那他们能够动手去操作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自己的能力到哪里，那自己的能力不足的地方可以再加强吗？我相信透过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活动，可以让孩子的学习的厚度也好、宽度也好，会更宽更广。节目也西见我们的副组长，其实现在政府当然也都看到了，说我们在无可避免这种少子化还有偏乡教育的这种大灾问哈，开始要正式来面对，就是在偏乡教育资源不足上做各面向的补足。那你也听到，其实今天我们在地南庄对自己是相当有信心，他们在未来仍然可以帮孩子充满灌注所有的力量，让他们去翱翔啦、展示啦。那最后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在105年，在未来，其实针对偏乡教育，我们教育部事实上是对这个议题非常非常关注的。那我想，我们在偏乡教育，我们会推出相关的计划，像刚刚学习南庄国小，就是我们教育部104年所选的14个偏乡特色游学的学校，所以他们结合了在地的文化生态，然后推动特色游学，成为一个特色学校的话，自然家长就会用脚来投票。真的不管多远也会把学生送进来。是的。好，副总感谢你个副组长。讨论到了哈，在座个小朋友还系动怪哈，动尽兴度了现场咧参加，对记得未来的安样做这个影响极大的讨论哈。当然，教育系百年树人的大计哈。我祝福在场现场的小朋友们哈，都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哈。也非常感谢大家，让你强下关心了解培育提起教育嘅相关议题。感谢大家收看，你再会。